网络世代少年囡仔拢真介意咧看低影音，毋过有可能会互因去接受到伤侪无适当的资讯。教育部今仔日就召开记者会，邀请专家甲家长来咧分享，也针对着6个低影音平台，包括抖音、小红书等等，有提出后来网络防护措施，希望对源头好好来管理，也提升囡仔媒体认知的能力。 囡仔用手机定咧看低影音，低影音看伤济，对囡仔有啥物款的影响？教育部拜告开记者会，邀请专家、家长针对国际研究数据，提起离校使用低影音的风险。专家提起低影音当咧改变咱的大脑思考，尤其是对认知能力搁咧发展的囡仔来讲，风险搁较大。 那这种快速的节奏、强感官的刺激、及时的回馈，高度活化了他的多巴胺系统，所以在这个可能会立即追求回馈，耐心下降，冲动性增加。在青春期的时候呢，更会让他的持续专注力下降。选那种学生群中最爆红的影片，我们就一起讨论这个影片为什么会红？里面有没有踩到法律的红线呢？借着这些真实案例的讨论，师生一起演练资讯判读的能力。 教育部指出，目前澳洲、马来西亚、法国等国家已经全面禁止离校使用低影音平台，而且以澳洲做例，禁止16岁以下囡仔使用平台违规上悬的罚11个新台票。所以，咱的政府才会针对抖音、小红书、微信等6个平台，伫校园内的网络提出管制。在学校的公务设备是禁止下载、安装、使用上述6个高风险的 App。另外， 在中小学的台湾学术网络，我们也不会提供上述6个 App 的一个连线服务。教育部认为，鼓励囡仔唔通直直耍手机看低影音，上重要就是爱互囡仔行出网络的世界。伫今年，教育部也扩大专案的经费，支持学校发展户外教育课程，另外也设立低影音识图的网站，提升囡仔认知的能力。记者台下选林秀凯台北报道。